呢一班人咧，香港議會而家呢一班策劃嘅，我哋香港人選呢班策劃嘅出嚟，一定有質素。點解美國可以？美國真係好鳩垃圾嘅，其實啲人即係成日話啊民主啊，或者中國冇民主，因為人民質素。屌你老味，你嚟美國你係見到啲人民質素啊，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差可以嚇？點解咧？因為美國可以咁撚強大，因為佢個制度啊嘛。所以而家香港議會要策定一個制度出嚟，嗰一班人而家投啊，要選啊，要選呢一班人出嚟。呢班人就係國父啊，國父級嘅喎，可以咁講叫做嚇。如果成功啊，係嘛？如果唔成功咧，就斷頭台㗎，個個都係咁㗎啦。呢個世界啊，呢個啊，即係政治啊，佢叫做咩啊？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啊嘛。呢個梗啊，呢個定律嚟㗎，宇宙定律啦，你冇得走雞㗎啦。你贏到咪贏咯，你贏唔到嘅話，咁咪準備去坐監咯，或者斬頭咯。啊，而家應該冇斬頭啦，係嘛？但係都係要死啦，好似黎智英咁啦。黎智英佢係個壞人，但係佢唔係對香港衰。OK，呢啲又要分得清楚噶嘛？啊，佢揾到錢，佢做生意商人，佢有某啲嘅手段，佢某啲嘅方法做嘢，咁呢啲 OK。劉細良都係撲街嚟㗎。OK，千祈如果係我唔知道我而家我根本冇時間去睇嗰啲人，究竟呢個香港議會係啲乜嘢人去參選？知道咩人去參選，仲要 study， 仲要 interview， 逐個聽，逐個問。好似今日咁啊，好彩有阿燕姐訪問，咁啊知道呢條撚樣濕鳩啦，知道佢唔掂啦。